南沙有間老人院好好，點解你唔籌個老母翻嚟南沙？買嘢啊、食嘢啊，就香港貴好多，好貴㗎。呢度啊，近一度地方唔講啦，香港冇地㗎嘛。咁啊，梗係有相當唔同啦，好大唔同添。我嚟到呢度南沙，食又好，休息時間又好，住嘅地方又好。我香港啊，5個人一個房啊。咁啊，梗係呢度舒服啦，闊落啊嘛。啊，我哋香港好窄嘅啫。喺度住入比較方便啫，喺香港嚟麻煩啫，好大好好啊，同你洗髮，同你沖涼，同你洗髮，推奶頭，日做按摩㗎，按摩咁收銀紙嘅。講買嘢啊、食嘢啊，就香港貴好多，好貴㗎。香港咧多數都係煎啲扭扭搞搞嘅嘢，我得翻嚟呢度食咧蒸一碟瘦肉啊，或者牛肉啊，又有一碟菜啊，一碗湯啊，相當好好嘅。琴日我前日啊，個旅遊你個旅遊大把仔嚟，我人有車好快啦。即係我同我啲細路仔喺上邊㗎嘛，喺廣州嘛，過年就翻嚟幾日啊。我喺香港住咧，好耐都冇人嚟探我啊嘛。咁我翻咗嚟咧，我個仔同新抱嚟探我都近啲啊，唔使錢啊。我個仔生2個仔，個大仔結咗婚咧，生對孖龍鳳胎，哎呀都唔知幾開心啊！我上下3歲啦，2歲幾啦，一味叫我做太太。我話點諗法㗎啦？九個翻嚟又車我翻我啲人，我飲茶食飯，仔孫個個都好㗎。嚟到呢度咧，佢哋嗰啲員工啊、啲幹部啊、嗰啲護工都話我你比以前好好多喎。南沙它是首批首個跨境養老的公建院，為了更好地為港澳老人提供服務，我們的規則、支付、交通、醫療、語言，通過這5位一體的無縫銜接，讓這些港澳長者能夠享受到無差異的一些服務。那相比香港的它的這個支出成本，基本上是他們原來的1/3，比它本身在香港養老就更具有成本優勢，在這個環境上那能享受園林式的服務，在香港是很難享受到這種服務的。所以長者更喜歡無差異化的離港不離港來享受這個養老服務。